宜兰因为今年寒天的雨较少，亲像头城的港澳溪规个拢打起，影响到当地农业甲民生用水。不过，嘛有公民团体指出，这溪水的打起嘛和民间污白杂水，抑个有动线有关系，呼吁公部门应该重视管制。 溪底拢雨草啊，看得完全无水，因为今年寒天宜兰雨量偏少，河北石野溪断流，头城港澳溪佫开始完全枯涸。过去宜兰寒天总是雨落未平，今年有反常。在地人讲，自细汉到大汉，毋捌看过港澳溪伫寒天无水。那伫寒天的时有东北季风的时吼，咱港澳溪水拢算毋捌断啦吼。 今年比较反常。港澳溪无水，冲击附近的农业甲民生用水，这当5万雨水灌进来。根据宜兰气象站观测，宜兰今年冬季雨量确实是比往年少。像今年1月份，头城观测站雨量只有23毫米，是去年209毫米的1/10。加上去年热天无风台，水源不足，才互野溪枯竭。去年11月、12月跟今年的1、2月，有比往年平均值少，但是不是绝对的少。 也毋过有公民团体认为，野溪断流甚至枯竭，甲烂沙坝兴建、长无管制民间杂水拢有关系，这严重破坏溪中生活的生态地，公部门应该重视问题。我就讲说会断流，会没有水，就是2个原因嘛，最主要2个原因，一个就是这些烂沙坝不爽工啊，一个就是中间取水啊。是地表水目前没有水的原因，那其实这主要的来自于。 野溪本身的特性，它并不像一般的长流水常年有水。县政府回应，野溪本来就未当年有水，雨量大减少，就可能会枯竭甲断流。民生用水的取向，甲烂沙坝毋是主要因素。宜兰过去以水资源丰富出名，即马却因为气候等因素出现欠水情形。安怎伫水资源利用甲环境维护之间取得平衡，正做课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